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3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44天。离普京要求俄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又过去了1个星期，乌军仍然坚守在库尔斯克，还占着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军是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前线总共记录156次战斗，库尔斯克继续鏖战，乌东的乌军有所推进。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别尔格莱德前线，自乌军3月18日攻入别尔格莱德后，势如破竹，向前推进比较顺利。乌军已控制别尔格莱德州的11个村镇，先后击毁了俄军多支增援部队以及4架直升机。俄军为迟滞乌军进攻，派出空天军携带这个 FIB-3000炸弹，炸了波波夫卡水坝，阻止乌军装甲部队向前挺进。由于爆炸的威力惊人波波夫卡周围已全部被洪水淹没，造成当地水灾很严重。另外，过去的24小时内，乌军继续对俄本土无数目标进行远程袭击。俄罗斯国防部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军队14次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消息说，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发动的袭击导致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别尔格莱德州、斯摩棱斯克州、利佩茨克州等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俄国防部还说，过去1周夜，俄罗斯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集群对乌军147个地区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导弹和炮兵武器弹药库、无人机组装企业、乌军及外国雇佣兵装备等目标集中实施打击。你看，双方根本就没有停手，打得还越来越激烈。这个可是在特朗普一再要求停火的这个前提下，双方没有人搭理特朗普，依然是我行我素，打得不可开交。乌克兰空军称击落了俄罗斯在夜间袭击中发射的92架无人机中的51架。根据英国电讯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成为欧洲与普京就乌克兰和平进行会谈的关键人物。乌克兰军队似乎加强了对别尔格莱德州的攻击，别尔格莱德州仍是激烈战斗的战场。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试图突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主要攻击集中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波波夫卡和杰米多夫卡定居点。俄罗斯军队正在积极抵抗，试图守住阵地，但军事消息人士称敌方已经开始向战斗中投入额外的预备队，这表明基辅打算在这一方向上加大压力。根据来自冲突地区的消息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激活了预备队，这可能表明乌军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总之，双方没有一丝要停火的意思，继续大打出手。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俄罗斯又用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平民设施，其中一枚导弹击中了一个游乐场和餐馆。这个地方叫克里维里赫，应该是泽连斯基的老家。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了一个游乐场和餐馆附近，令人感到震惊。死者当中包括6名孩童，而这就是战争必须结束的原因。就是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发了这么一个不痛不痒的，你说是谴责俄罗斯吧，好像也不是，他就说这是战争必须结束的原因。结果泽连斯基毫不客气对美国方面的回应提出批评。泽连斯基说，如此强大的国家，如此伟大的人民，反应却如此软弱，他们甚至不敢说出杀害儿童的那枚导弹是俄罗斯的。泽连斯基补充说，是的，战争必须结束，但前提是敢于正视事实。我们期待美国履行承诺，尽快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一个堂堂的超级大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对普京是唯唯诺诺，对普京对俄罗斯军队犯下的暴行居然轻描淡写，甚至都不敢点出俄罗斯的名字。一个这么伟大的国家，被特朗普这个小团伙搞得这么不堪。4月4号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加拿大的新总理卡尼表示，
加拿大已准备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与盟友构建新的贸易秩序。卡尼表示，美国担任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角色已有80年，但能与其自由往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补充说虽然这是一场悲剧，但也是新的现实。加拿大总理此前宣布，由于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加拿大以往与美国的关系已经结束，该国计划彻底改变自身的经济政策。加拿大总理卡尼对特朗普说：“不行，你就靠一边，我来。”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在削弱美国武器制造能力。该媒体指出，推行这一关税计划可能扰乱五角大楼数十年来建立的全球供应链，这不仅可能导致美国武器成本上升，还将阻碍国际社会联合应对大国的努力。关税可能影响包括 F-35 战斗机在内的成功项目，该战机是由20个国家共同参与合作项目，也可能波及与挪威、以色列开展的反导与防空联合项目。这不仅会打击美国这个世界最大武器供应国的军工产业，还会削弱长期以来建立的全球防务互信体系，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利益。根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希哈比报道说，韩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希哈比写道：“我很高兴与韩国方面进行了交谈，非常感谢大韩民国的支持，包括今天新提供的价值1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今年2月，韩国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乌克兰办事处提供了2000万美元赠款，用于恢复赫尔松州、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挪威将再向乌克兰提供50亿美元援助。挪威打算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将援助金额增加约50亿美元。这一消息来自挪威当局的官方声明。声明强调，在当前冲突背景下，与基辅保持团结的重要性。增加援助的决定反映了奥斯陆希望在国际局势不稳定以及一些其他国家减少支持的情况下，增强乌克兰的立场。据挪威政府称，这笔增加的资金将纳入现有名为南森计划的援助项目。该计划于2023年启动，最初计划在5年内为乌克兰军事和人道主义需求提供750亿，大概是70亿美元，750亿挪威克朗。如今该国当局计划大幅补充这一金额，将支持总额提升到新的高度。挪威议会的代表们已经表示愿意支持这一提议，这表明该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预计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武器、重建受损基础设施以及满足人道主义需求。德国已秘密资助乌克兰星链替代项目近1年，这是路透社报道。这个德国早就开始了动手了。说据报道，德国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叫伊娃贝尔内克透露，该项目自一开始就是秘密进行的，他未透露德国政府提供的具体资助金额。目前乌军已有约1000个终端接入了该卫星网络，预计未来几周内这一数字将增加至5000至1万个。相比之下，乌克兰目前仍在使用约5万个星链终端。报道指出由于基辅与华盛顿关系处于紧张，乌方对继续使用星链的可能性表示担忧。尽管美国方面一再保证服务不会中断，乌克兰正在积极寻找替代方案。另外，这个德国的汽车巨头保时捷在中断数十年后重新进入国防工业。据报道，保时捷准备投资20亿欧元用于武器制造。欧洲军工复兴已经不可逆转，那欧洲的军工一旦开动起来，那基本上还有你美国人什么事？美国的军工业恐怕在欧洲市场就越来越小了，甚至要退出欧洲。这个才是特朗普真正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最近关于欧洲向乌克兰派部队这个事虽然有点慢，但是感觉他还是在往前推进，离欧洲军队部署到乌克兰应该是越来越近了。这个泽连斯基说，他说法国军事人员将是首批抵达乌克兰的维和人员之一。我现在不能说何时及数量，但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也就是说
乌克兰和法国已经达成了协议了，法国要派多少人，什么时候来？但是这个是保密。这个路透社报道，他说泽连斯基4月4日在基辅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他说欧洲军事规划人员可能会在1个月内完成关于乌克兰境内外军部队部署的具体方案，这被视为结束俄乌战争的关键一步。泽连斯基强调，他说乌克兰正在寻求盟友的安全保障，以防止和平协议签署后再次遭遇类似2022年2月的全面入侵。他透露，英国和法国军事领导人已经与乌克兰军方高层会面，讨论相关部署计划。根据初步设想，这些外军部队将负责巡逻乌克兰的陆地、海域和空域。泽连斯基表示军事工作组将在接下来1个月内每周召开会议，以敲定所有细节。他补充说目前尚未明确哪些国家将参与这一计划，但各方对乌克兰的需求有充分的理解。泽连斯基说，这真的是一个里程碑，非常重要。乌克兰已经在地理上确定了国际特遣队的最合适的位置。他表示法国和英国的军事领导层将把今天会议的结果通知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也就是泽连斯基已经向媒体公布了法国和英国组成的军队第一批要进驻乌克兰，而且在1个月以内拿出方案。所以说虽然有点慢，但这个终究会到来。它就像一个非常破旧的公交车，虽然它走得慢，但是它只要一旦出发，它总会到站。由于欧洲要向乌克兰派部队，所以俄罗斯的政客他们就宣扬欧洲或将爆发大规模战争。4月5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安德烈·克利莫夫表示由于欧洲政客的原因，乌克兰冲突持续不断，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并没有消失。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洛呼吁西方国家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压力，迫使其坐到乌克兰问题谈判桌前。克里莫夫回应称，欧盟国家有近30多位部长，他们那里也有国防部长，还有总理，他们说着同样的话。在我看来，这都是白噪音，是假装和积极行动。只有一个问题，由于他们这样的人，乌克兰冲突仍在继续，欧洲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并没有消失。那就看是英法联军厉害还是俄罗斯厉害。这个欧洲人的觉醒。4月5号欧洲议会最大派系的欧洲人民党负责人曼弗雷德·韦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和其长期主要合作伙伴欧洲外交政策根本性转变，标志着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形成。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他的观点。欧洲人民党负责人曼弗雷德·韦伯怀疑昔日的美国会卷土重来，同时也承认美国现在将欧盟视为对手，并与其存在冲突。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毫无疑问体现了这一点。当前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本周宣布对来自几乎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本人将4月2号视为解放日，暗示未来国民经济将获利。但韦伯指出这更像是黑色的一天，因为美国总统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这位欧洲议会最大党派欧洲人民党负责人提醒说欧洲与美国处于同一重量级，不会允许自己被欺负。韦伯呼吁欧盟抓住主动权，积极与其他国家缔结反特朗普贸易协定。韦伯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将导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远离美国，而欧盟完全有机会成为公平和基于规则的贸易灯塔。但要做到这一点，欧洲必须采取行动，包括与南方共同市场和印度达成协议，也就是欧洲也要抛弃美国了。曼弗雷德·韦伯他还说 ,3.3 亿美国人不应该为 4.4 亿欧洲人的安全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向我们表明，欧洲再也不应该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欧洲的安全与繁荣取决于谁坐在白宫里。当欧洲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重要第一步，决定在国防上投入8000亿欧元。就防务而言，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个无法推翻的欧洲安全架构，无论谁在掌权欧洲，在哪里掌权。他还呼吁欧洲各国建立联合防务项目，
并共同向当地制造商购买武器，也就在欧洲境内采购武器，不要去美国买。这8000亿欧元跟美国人没关系。欧洲现在积极行动起来，这就让北约就比较尴尬了。咱们以前一直说北约秘书长吕特现在已经 CPU 都烧掉了，这北约离开美国，你说那北约不就变成欧洲了吗？所以吕特的表态，他就跟特朗普亦步亦趋。但是现在北约秘书长吕特又开始改变他的说法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就特朗普任期内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景表态，他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不可逆转，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当前我们正在密切合作，强化乌军战力及与北约体系的兼容性。你看，前不久吕特还说了，乌克兰就不要想着加入北约了。这个特朗普也说，大家都知道乌克兰也不可能加入北约，他多次在媒体面前这么说。所以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说，乌克兰你就不要想着加入北约。你看今天他又说，在特朗普任期内，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但时间未定。那言下之意就是等到特朗普这一届干完了，咱们再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事。吕特也明白了，特朗普毕竟是有期限的。吕特还说，他说北约成员国一年生产的弹药数量相当于俄罗斯3个月生产的弹药数量。他在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话中谈到这一点。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如果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北约在未来3到5年内将无力保卫自身安全。人家欧盟已经动起来了，8000亿欧元，你这个北约，你还是找美国去吧。这个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将军卡沃利表示俄罗斯每月可生产多达25万枚炮弹。据他介绍，俄罗斯正在进行弹药的准备，在这方面是美国和欧洲弹药的储备的3倍。卡沃利将军强调俄罗斯每年可生产约1500辆坦克，而美国一年仅能够生产135辆。现在欧洲的话事人似乎慢慢的确定下来了。4月4号，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代表欧洲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欧洲这么多国家群龙无首是不行的，所以他们现在都推出了马克龙作为代表跟普京谈判。爱丽舍宫消息人士表示马克龙准备在合适的时机承担这一角色，但强调目前时机尚未成熟。报道称，马克龙此举受到意愿联盟其他成员的推动，指出他此前与普京保持着密切联系。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并不打算与莫斯科进行谈判。意愿联盟此前达成共识，认为至少应该有1位欧洲领导人与普京进行直接对话，讨论乌克兰问题。芬兰总统斯图布认为应该由法国或英国与普京对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目前没有收到来自欧洲任何信号，并表示愿意进行对话并组织与俄罗斯领导人的谈判。马克龙此前对记者表示他将在欧洲和乌克兰觉得时机适当时准备恢复与普京的对话。你看，本来是英法2国，那就是马克龙和斯塔默2个人我记得上一次好像他们已经选出来了，也是2个人跟普京对话，但是英国的斯塔默估计是不愿意跟普京对话。我个人认为这种安排非常好，让马克龙跟普京去谈。那斯塔默实际上跟马克龙2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斯塔默不跟普京谈，那斯塔默就永远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强硬的态度。而马克龙跟普京谈，那就要用外交手段，身段就比较灵活一点。这种搭配，这种分工比较好。再加上德国再去强硬。如果斯塔默和马克龙2个人一起跟俄罗斯谈判，这个怎么说，就是没有配合，容易让人家一勺烩了。从这个特朗普跟普京打交道来看，对吧？特朗普根本就占不到什么便宜。泽连斯基4号他说，美国即将就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停火做出决定。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压力，以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停火协议的达成。泽连斯基还回忆说，他在乌克兰与法国、英国代表举行了会晤。泽连斯基还说，停火必须是无条件的，之后我们可以以任何形式进行对话。现在俄罗斯人只是魔鬼，
而不是外交官。这个卢比奥啊，又向媒体说，他说普京将在周而非月做出停火决定。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普京恐怕就在本周或者是1周、2周这个时间之内做出停火决定，而不是说在1个月、2个月内，以周为单位，那就说明很紧迫，很快就要停火了。这是卢比奥说的啊。当然，这个美国人说话不一定靠谱，因为特朗普一直说24小时让俄乌停火，后来他来了一句没有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那这卢比奥说这个俄乌停火是周而非月，也没有说从哪一周开始算起。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特点就是信口雌黄，胡作非为，张口就来。乌克兰正在就矿产协议履行内部程序，外交部长西比加表示正在对其进行分析，以确保其符合该国法律。据他介绍，将聘请律师与美国合作伙伴合作分析该文件。他补充说乌克兰代表团将于近期前往美国，今天可能以线上方式与美国就该协议进行另一轮谈判。泽连斯基学聪明了，这种谈判自己不要出马，派律师跟他谈。这些合作是个法律问题，他要符合乌克兰的宪法，所以派个律师团跟美国人谈，你先得合法。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批评该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他强调该政策对美普通家庭伤害很大。舒默同时质疑特朗普未向俄罗斯征税，而向无人居住的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征税。舒默说，这2个岛无人居住，却被征收10%的关税，他们实际上对企鹅征收了关税，但没有对普京征收。也就是特朗普的滑稽，就这个草台班子对2个无人的岛上面企鹅征10%的关税，但是却把俄罗斯给漏掉了。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最近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的是俄罗斯人呢，尤其是俄罗斯女人怎么赚钱买房。这个段子描写的是一个房产中介，他给他的客户提供咨询的内容，你怎么样赚钱去买房，说找一个上前线打仗的人结婚，等他战死，你就能得到800万卢布。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叫俄罗斯托木斯克的房地产经纪人玛丽娜·奥尔洛娃在购房咨询视频中分享了一个在他看来很有趣的商业计划。当一位年过30的未婚女性询问该如何赚钱买房时，奥尔洛娃笑着说道，找一个上乌克兰前线打仗的男人结婚，等他战死，你就能得到800万卢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商业计划，现在很多姑娘都这么做，用这笔钱可以买一套便宜点的房子。本次采访在俄罗斯互联网引起轰动，重压之下，奥尔洛娃迅速删除了该视频。然而，社交媒体用户对此依然非常愤怒，他们希望这位女士因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也就是俄罗斯很多人在等着吃这些在前线变成耗材的俄军的抚恤金，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俄罗斯那个监狱里面的犯人，以前不也是跟瓦格纳签协议吗？那么他在前线，只要半年不死，他就能自由。完了之后，如果他负伤，还有赔偿；死亡也有抚恤金。这些人，他们的家属本身拿他们就当一个问题，因为他都是坐牢，都是什么刑事犯罪，一旦回归社会，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找不到工作，游手好闲，恐怕还要第2次进监狱，对社会治安、对家庭恐怕都是个问题。这些人到了前线，如果死了，医疗白了，家属还能得到一笔赔偿；如果没死，他得到自由，经过战火的洗礼，说不定有助于他改造。这是囚犯，还有俄罗斯穷苦地区那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他们就为了1个月30万卢布这工资去打仗。如果活着回来，那他挣了工资；如果死了，给家里一笔抚恤金，还有一辆拉达轿车。在俄罗斯很多落后地区，那些穷苦的孩子只有到前线打仗这么一条路，那些地方非常落后，连公路都不通，他们只有通过打仗才能走出他们那个小村庄、小山村，来到圣彼得堡，来到莫斯科。也就是打仗是他们
破圈的唯一的办法。活着他就破圈了，死了给家里带来一笔抚恤金。你看啊，现在在俄罗斯居然还有这样的人，专门找这个马上要到乌克兰前线时做炮灰的人，跟他结婚，等着分他的遗产。这个800万卢布恐怕就是死亡抚恤金、死亡赔偿。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大家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